二哥啊，阿哥就炆雞豆皮，老婆都娶翻個啊！但係你話介紹我嗰個，聽日你好進行啦喎！哦，戴對耳環插咗花嗰個啊嘛！冇錯啦，得，就係戴對耳環插咗花嗰個啦。恭喜新老爺，恭喜新奶奶，新抱嚟啦！請新郎賓吃繳門啦！使乜咁多事啫？而家我哋當攞豬攞狗咁啫嘛！你求求其其走咩入嚟咧？係嘅，新奶奶講得啱，阿咩新抱入嚟喎！睇下新抱靚唔靚至得？有乜好睇啊？睇壞眼添！新奶奶啊，請新郎哥出嚟拜堂行禮啦！行乜鬼嘢禮啊？唔使啦！係嘅，唔踢轎門拜堂都唔緊要，新抱茶一定要飲，飲到夠啦你！大姐啊，叫你斟茶啦！好。家嫂，而家我吩咐你啊，我係南岸嘅新襟，娶你翻嚟做我嘅新抱，我希望你以後對翁姑、戚友、丈夫樣樣都要循規蹈矩，尤其是我陳家恨功名，恨到發燒噶啦，所以你第一要顧娃麗個夫郎，日夜幫打書發飯咯。我話你兩仔爺都唔知道自量嘅，計我話耕啊年啊播草，仲好過往啊冬啊市民，就嚟煲劑啞藥你飲噶啦。第二要堅呢手精粗表出現。到底因心你偷哭啊叫留台間李將軍，你知否金城是何姓？金城嘛，呵，莫非又是什麼親人嘅忌人？是一個忌人，但非我親人，卻是一個招待
呢個叔仔今日咁樣同你遮門，都算對得你住啦啩？多謝你二叔，我要磨谷，二叔你請便啊！切，同我傾一陣，可以磨小谷一擔嘅。阿二叔，奶奶鬧嘅噃。切，如果你怕奶奶鬧嘅，可以上埋我數啊！嗱，唔啱咁啊嗱，你磨谷，我靜靜雞坐樹，正正經經同你傾下偈，咁就冇所謂噶。